呢3種相關嘅危險行為，你可能日日都做緊。肝臟係啞巴器官，等到佢叫痛嗰陣時就遲咗。我哋肝臟係24小時不停止嘅人體化工廠，解毒、合成、代謝全部靠晒佢。但係咧，佢最大嘅特點就係沉默。早期損傷咧不痛不痕，一旦出現咗乏力、黃疸、蜘蛛子呢啲信號，問題咧往往就比較嚴重啦。下邊呢3種行為咧，更加係消耗肝臟嘅壽命。第一個，捱夜偷走修復嘅時間，晚黑11點到凌晨3點係肝臟修復嘅黃金期，捱夜就冇辦法排毒同埋自我更新，長期捱夜肝血消耗，功能必然下降。建議晚黑11點之前呢進入睡眠狀態，瞓之前1個鐘遠離手機，可以改用熱水浸腳，聽輕音樂，幫助身體切換到待機模式。如果不得已捱夜嘅話，第二日中午午睡20到30分鐘，能夠為肝臟呢提供短期嘅修復窗口。第二個咧，飲酒相當於直接飲落啲毒藥。酒精咧係世界衛生組織認定嘅1級致癌物。每日飲2兩白酒，連續5年，酒精性脂肪肝嘅發生率高達90%。從脂肪肝到肝硬化呢條路咧係飲酒飲出嚟嘅。對於已經確診脂肪肝或者肝功能異常者，最佳飲用量係0。響社交場合咧主動選用茶、水、蘇打水等無糖飲料。如果應酬冇辦法避免咧，飲咗酒之後咧，可以適當補充 B 族維生素同埋優質蛋白，幫助肝臟代謝。但記住，呢啲唔係解藥。第三，發嬲咧燃燒體內嘅火，勞傷肝不是空話。長期咧抑鬱暴躁會引起身體內分泌紊亂同埋炎症風暴，呢啲化學物質咧直接就傷害到肝細胞。心態唔好，藥效減半。如果你覺得啲不良情緒上嚟嗰陣時咧，可以快走、跑步或者做一組嘅航空運動，呢啲咧能夠有效嘅釋放壓力。立即進行咧478呼氣法，吸氣4秒，忍住呼吸7秒，呼氣8秒，重複幾次，能夠快速嘅安撫神經系統。從今日起咧，要將呢3件事從你嘅生活入邊咧踢出去。你嘅每一次克制咧，都係為咗未來嘅健康加分。你記住未啊？